瓜虫仔们唔通关到目睭照，高雄一口罩死的人一氧化碳中毒，加在无性命的危险。年台中一件虐待死亡的案件，一审结果出来，主嫌防判无期徒刑，共犯一个判13年半，一个判12年。高雄市平安，环境收看今仔日1月7日，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，我是丹妮。今仔日咱先赶紧来关心天气，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甲辐射降温的影响，今仔日平地上低温伫咧新竹的关西，干那3.9度。暗内阁有另外一波冷气团会到位，瞄到以北可能无甲10度。嘛提醒民众，虽然天气是真寒，不过窗仔门唔通关到目睭照。因为伫高雄有一口罩死的人一氧化碳中毒，加在是无性命的危险。透早合欢山公路武岭路段就出现塞车，交通大拍夹，因为拄着礼拜拜日，未少民众塞车上山，想要看落雪美景。我们从桃园出发，然后是7点半，然后我们还去台中吃了面，然后才过来。会不会冷？超冷，不会冷。气象署表示，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却影响，拜六各地透早真冷。早起10点半，针对北北基顶北关市发布低温特报。拜六平地上低温出现伫新竹关西，只有3.9度，苗栗做叫5.2度，全台低温排名前100名拢伫10度以下。台北市干道甲台湾大学测站低温也拢比10度低。气象署预告，拜六暗到后礼拜一透早有可能出现10度以下低温。那明天的清晨的话，在苗栗以北跟宜兰还有金门局部地区，还是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。天气冷，千万唔通将门窗关密密。高雄传出有一家死的人集体一氧化碳中毒送医，好佳在无生命危险。初步调查，亲像伫室内装设发型热水器通风不良，一氧化碳无法度排出，才发生意外。男性约28岁，第2名女性约27岁，第3名男性约5岁。第4名男性约5岁，皆意识清楚，头晕，由救护人员处置后送医。气象署表示，拜六暗阁有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，天气转为偏冷，然后水汽配合，后礼拜一暗到后礼拜2中部以北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烂山落雪机会。另外，菲律宾东方海面后礼拜六可能有热带扰动形成，也要继续观察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继续，咱要来关心飞官新北的搜救的进度。初六暗时啊，伊使 F-16V 的战机做夜间的训练，伫花莲丰滨乡跋落海，失踪到今是已经超过72点钟。海陆空的部队今仔日也是伫咧海峡甲沿岸继续伫咧敲找。搜救的兵力包括空军、海军、地面的部队，也有海巡署的183个人。海巡署强调讲，寒冷花莲的外海有东北季风甲乌潮的影响，海流的变化是真大嘛复杂。搜救行动甲决策拢是照科学的数据甲专业来判断，而且会全力搜救，袂放弃任何的希望。财政部公布上新的统计，去年外销的规模是创下新高，有甲6400多亿的美金。主要的原因是 AI 产业真发展，不过嘛有专家警告，台湾对美国贸易的顺差持续扩大。川普真有可能对半导体等等的产品扣真重的关税，建议台美关税谈判要全力来争取税率的优惠。台湾出口高出真水的成绩单，财政部公布上新进出口统计，去年2025年12月出口金额是624亿外美金，已经连续26个月正成长。去年累计出口6407.5亿美金，各创新高，而且出口大超过新加坡，伫亚洲四小龙排名第3，只输南韩甲香港。大滴水也是台湾对美国出口增加，去年出口达到1500多亿美金，是前一年的2.3倍。学者认为，这可能甲美国去年初实施对等关税，引起业者提前优惠效应有关系。美国很多企业在 AI 的投资上面，他们陷入了几乎算是恶性竞争的状态。所以说，AI 投资的热潮就是非常的火热。所以它也带动了我们台湾，就是资通讯产品，对美国的出口。财政部指出，台湾出口统计主要反映3大因素，包括国际经济面维持稳定 AI 人工智慧，高效能运算甲云端服务商机继续降，对咱国出口形成强烈支持。不过有专家
甲事件，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加大，就算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所扣的对等关税风采定危险，也毋过川普政府犹原会当引用1962年贸易控制法第232条款，针对钢铁、汽车、半导体产品加扣真悬的关税，对台湾出口造成潜在威胁。目前的对等关税对台湾影响不大，去年台湾的外销出口才能成长这么亮丽。但接下来如果它对等关税被驳回，反而用232关税的话，我们台湾反而更担心。学者专家讲，若半导体等主通产品封扣真悬的关税，对台湾经济的冲击会真严重，是可能造成经济反转的关键风险。所以建议政府在台美关税谈判时，要全力争取半导体税率优惠，以确保台湾在新一轮供应链中途中维持竞争力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国际消息来看，川普掠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因翁仔某，还无到1礼拜的时间，找到川普就要求美国石油的业者爱投资至少1000亿的美金，打算要来主导委内瑞拉石油的产业。不过业者烦恼讲，委内瑞拉的局势无稳定，所以还在考虑敢真正要甲钱降落。美军南方司令部采购证实，美军搁伫加勒比海上靠岸一只叫做欧琳娜游轮，这是美国最近第5摆炸掉游轮的行动。欧琳娜挂当地运的机最近来往伫委内瑞拉，美国搁一摆派兵上船，就是要控制委内瑞拉受制裁石油出口。美国总统川普采购伫白宫结束甲美国石油公司高层的会议了后，对记者表示，顶礼拜六美国成功掠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翁仔某会当讲，就是奇迹。南美洲国家拢真欢喜。What we've done is, some people would say it's a miracle, actually, what we've done. And Venezuela's happy. I think they're all going to be happy. Thank you very much, everybody. 较早伫北京，川普要求我20间美国石油企业高层针对投资委内瑞拉石油开会。川普要求至少要投入1000亿美金，大约超过3.1兆台票，恢复美国石油生产。佮较讲，若美国无投资，中露两国就会介入。同时也表示无必要佮对美国发动第2摆攻击。One thing I think everyone has to know is that if we didn't do this, China or Russia would have done it. And the other thing people ask about the second wave, I don't think it's going to be necessary. 川普表示，目前有3000万桶美国原油要运去美国，总价大约40亿美金。虽然一寡独立石油公司对投资委内瑞拉表达兴趣，也毋过像埃克森美孚等石油头家拢比川普更加谨慎。埃克森美孚讲，若无重大变革，包括安全保障等，委内瑞拉无具备投资的价值。也毋过美国能源部长莱特又言讲，投资美国石油2年来都会当有可观的获利。Permissions, approvals, no money, no guarantees, no nothing, just approvals. They see a pathway to grow their production by 50% in the next 18 to 24 months. That's tremendous. 美国石油业唯一也伫美国营运的雪佛龙同款态度谨慎，因表示因的重点犹原是当地员工的安全甲资产设备。专家认为，若要将美国石油产量优回到1990年代末期每年350万桶的水准，投资就不止1000亿美金。目前委内瑞拉原油产量已经降到每日80万桶。公司新闻警员陈编译。镜头转来咱讲台。去年10月份，伫台中有一件防疫胎死亡的案件，昨昏1审的结果出来。当时这个主嫌刘世辉因为甲受害者有进一步的纠纷，就甲2个共犯甲凌迟甲死亡。事后竟然阁辩解，法官认为这3个人实在是真恶质。主嫌刘世辉1审封判无期徒刑，共犯一个封判13年半，一个判12年。台中7期合体虐杀案件主嫌刘世辉家属听完判决了后离开法院，案件经过1年多审理，找到判决出炉。刘世辉1审方依照私刑加禁虐胎致死罪判处无期徒刑，8大公权终身。另外4楼甲4招共犯分别被判处13年6个月加12年有期徒刑。国民法官合议庭审酌，被告刘世慧是本案的主谋，那对于本案的犯罪事实最具有支配力，那其实施的这个凌虐行为最多，手段最为残忍。那被害人是在遭受长时间的折磨而死亡。
这案件发生伫2024年10月18，老社会当时担任台中某分局警友站的副站长，甲被害人4口的助理有细无纠纷，甲4楼的朋友甲4招助理，甲被害人关伫台中7期的货梯内底，甲虐待持毒，也佮甲这家庭全部拢落来。被害人隔天早起毋知人，刚刚暗头经过抢救无效死亡。老社会伫精神时讲，因为长时间食毒品，造成伊的精神状况无好，才犯案的，借此来请求减刑，不过互法官证明伊是讲白差的。被告刘世慧在案发时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。那在审酌，被告刘世慧在案发时间能够持续的凌虐被害人，在事发后又自拍影片来掩饰自己的犯行。那逐渐其在犯罪行为时的意识状况是正常的。高明法官认为老社会手段真残忍，对家己造成犯行，伊在用各种的理由来推卸责任，犯后的态度真歹，种种手段是真恶质，所以讲判处无期徒刑，专案意外会使上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若伫咧新北市土城中卫区，有民众发现排水沟啊有真侪土霉水一直流出来，甚至有当时啊是红色的。咱若伫咧另外一个工地当咧起社会主体，因为无清理沉沙池，去互环保局查到违规，这2个时间的建案拢红裁罚。在我背后这一条大牌呢，可以看到现在水面上正在流着滚滚泥水，那么这些泥水是从桥下的涵洞流出来的。土城大安孙干线两边有真侪工地，定来伫遮运动慢跑的民众讲，不时会看到土水会一直流出来。对着环保局前一天才开发附近的建案，排这垃圾暗土水，结果隔天又再出现污染，民众认为应该是罚得不够当。我们的法规判罚的那个金额是很低的，基本上就是处罚力道不够，希望能够加大处罚力道。新北市环保局初稿开发的是这个新建案，民众检举了后，稽查人员到现场发现工地伫进行连续病的作业，暗暝这废水一直流到外口出来，认定违反水污法，相关会使裁罚300万块。另外，工地无沉沙池定期清理维护的记录也互开罚，相关会使罚到这600万块。沉沙石看起来是没有定期在维护啦，因为它都是满出来，那它里面有一个孔洞，就是从水沟的侧沟流出来，确定它的流向是从工地流出来，然后到污染我们的河川。验过业者提出相片化冤枉，讲稽查了后已经把排水口给拆起来啊，车闸大排出现污染，不是因所做。也土城区稽查人员接到通报了后，赶紧到现场，搁再来采样看卖。初稿检举查到违规，要这个社会主体工地互检举排洪水，稽查人员到位时并无排放。环保局研判红色分裂可能是乌地基的时阵地下水流出来造成的。这社会主体工地也无这个沉沙池定期清洁维护记录也互发，并且爱甲这个排水口出现的红色水先甲清除清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我来看嘉义德桥有一个并高道。再起一台载雅士的货车，因为转弯的速度伤紧，车顶10外个雅士桶全咧落落来，规世界伫路面安尼高高连，看着是真危险。加在迄当阵无货车甲其他的车驶过，也若即个货车的司机嘛爱依法来食罚单。小货车经过并高道，在雅士桶一桶落来，敢若像拍保龄球共款，世界恁恁高。附近餐厅听到拢甲乒乒乓乓，赶紧出来看。出来看到是瓦斯桶就傻眼了，就马上过来了。对啊，因为这边事故还蛮多的，对，因为转弯处跟上坡。代志发生伫七十三时8点外，嘉义县德桥乡林心路甲嘉义市交界所在，小货车敢若是驶弯驶伤紧，10外桶、雅士桶无细哩拢落来，连到铁基路也有水沟内底。赖先生赶紧甲这货车司机斗3工，斗搬雅士桶，才发现雅士桶毋是空的，是哪搬哪紧张。加在当时无这临时列车经过，将调阅相关路口监视器，通知该货车司机到所说明，并依《道路交通处罚条例》第30条1项2款开罚。也这骑车人经过铁基路，并到道栏间景是啥型弹啊？外头发现有一个乌巴桑塞一个囡仔车，顶头坐一个查某囡仔。不过囡仔车的车顶敢若徛伫个铁基路顶面，伊随停车去改斗3工。因这骑车人也是一个外送员，附近的民众全部拢看到。一般他们都是赶时间送单嘛，他回头来帮忙就是老人家，我觉得很棒啊。不清楚啊，为什么这张来不及？平常有时也会打电话跟我们询问看是什么状况啊，只要你有跟他讲，
都 OK 啦，客人也都可以接受。这并高度惊险的情形发生伫彰化市西10晚12点，列车即要经过永安街并高度，囡仔车甲一对马孙仔骑伫铁基路，归集的时阵，热心的外送员甲另外一个经过民众出手斗相共，化解一场意外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南投信义乡的梅花因为连续低温已经咧开啊，1月中就会大开，真侪民众拢去遐行搭。不过因为当地路较下，本来就禁止游览车入去。结果昨昏竟然有一台游览车违规硬转咧驶入去，结果转卡掉咧，造成大塞车，警方会依法来个裁罚。空气镜头一下满山的白，也毋过并毋是咧落雪，是大开的梅花。南投信义乡的梅花陆续咧开，包括土场、乌上仑、红quỳ岛、甲外边顶梅区，拢已经进入花期。平常时啊，就有袂少民众驶车上山赏梅花。也毋过因为梅区的道路拢真下，交通较会拍夹。山上路窄，然后交汇车要小心，然后车位也有限，所以尽量不要随便路边停车。因为这里路比较小，所以我比较推荐是平日来哦，因为假日可能人太多，这个可能会比较堵塞。真侪民众选择平常时啊上山赏梅花，都是想要避开家己的人流甲车流。也毋过车口也是有一台大型的游览车，直接就驶入土场梅区，结果伫第一西湾的所在，就卡掉的无法度前进，造成后壁车拢踢到游览车司机啊想要落车，爱掉卡伫车身的梅树树枝，互民众阻止。不大适合，真的路太小。该游览车系驶入信义乡头91线迂回转。该路段为公告禁止甲类大客车行驶路段，已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60条第2项第2款规定。警方表示，违规的游览车会当处1800块以下罚金，高记违规点数1点。信义乡梅区目前回放大约6-7成，1月中旬进入赏梅黄金期。若天气继续湿冷，当地梅农有高回放可能到月底。梅农也建议游客较早上山，避开早起10点到下到2点的人车高峰，以免塞车袂顶袂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这几天啊，天气寒死死，心血管疾病较会压起来，病医用血量嘛在咧增加，加上即嘛是寒人，关血人嘛较少。目前全台湾的血库是拢咧欠血，尤其是 A 型甲 O 型的血是拢上欠的。其中新竹库存敢若剩5天的量，希望民众会当倒关血，帮助别人嘛救人的性命。拜六透早，温度上低的所在，伫新竹县西，敢若3度9，全台湾天气冷叽叽，反映着民众关血意愿。关血中心指出，新竹地区血库安全库存应该要有7天，不过目前库存敢若剩5天，希望民众赶紧来到3天，解决欠血问题。气温直落也让我们的血液的库存量也跟着直落。而且目前的整体的各个血型的库存量来说，我们的 O 型跟 A 型是最缺的 ，O 型只剩下4天。A 型只剩下3.6天，这样子的一个库存量，对我们的医疗用血的供应来说是相当的吃紧。我们也呼吁我们的热心的朋友们，还有一些企业团体，能够在春节前1个月，我们的捐血日的期间，能够协助我们来募集更多的医疗用血。由台大 EMBA 所发起的全球关血活动，拜六早起伫新竹举行，将经济部长郭志辉带来到现场，伊讲关血是当互人感觉快乐的代志。这个是令人这个快乐的事情嘛，链接全球这样的一个概念，也是我们未来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。新竹关血中心指出，天气寒，佮加上伫要过年啊，全台湾的血库库存其实拢有出现欠血状况，呼吁民众赶紧去关血，帮助有需要人渡难关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再来，咱来关心明仔的天气。北部地区上低11度，上悬17度。中部地区上低11度，上悬22度；南部地区上低12度，上悬23度；东部地区上低12度，上悬20度。咱来看外岛地区10度至18度。还有未来这3天的天气。
天气真寒，大家都要穿好少。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，稍等下请继续收看《青春的联盟》，我是丹妮，明仔载同这个时间，咱再会。Thank you.